照顧者技巧，追求進步而非完美。作為無償的照顧者，我哋常感到力有未逮，仿佛永遠缺乏足夠嘅時間、精力或資源去滿足所有需求。回想每份微小嘅關懷，每道設定嘅界線，每分度過嘅耐心都已足夠。當我哋專注於力所能及之事，而非力所不及之處，就能守護自身福祉，建立永續嘅照顧模式。我哋致力另闢蹊徑，追求進步而非完美，聚焦微小成就，無論係起身移入輪椅，抑或淨係離開房間轉換環境。Christy Horner 建議3個 tips 幫助我哋追求進步而非追求完美。一、設定足夠好嘅目標，與其追求不可能嘅標準，不如為每日設定微小而切實嘅目標，例如短暫散步、準備簡單餐點或安排一次支援通話。達成呢啲可控目標能帶嚟成就感，喺維持動能嘅同時避免額外壓力。二、實踐自我關懷檢查，每日暫停自問：此刻我對自己友善嗎？仲係苛求完美？呢般快速反思能轉化嚴苛自責為自我慈悲，提醒當下盡力而為已足夠。三、慶祝微小勝利，透過日記或便利貼記錄每日小小成就，幫你察覺漸進式成長。無論係平復艱難時刻、主動求助，或抽空休息5分鐘，慶祝呢啲瞬間能建立自信，避免因自我否定導致嘅倦怠感。完美取決於社會標準，卓越則在於當下全力以赴。當我哋追求卓越並認可進步時，照顧關係就會越嚟越堅韌。照顧嘅真諦唔在完美，而在於以愛、耐心同堅持持續陪伴。